全職嘅音樂人，我會做嘅嘢包括作曲、編曲、監製、錄音、混音，去到演唱會樂手我都會有份參與。咁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樣好正嘅嘢，就係咧 Parkland 邀請咗我同幾位導師一齊開辦咗呢一個全新嘅課程。咁佢嘅名咧就係叫做唱作人課程。咁呢個唱作人課程咧，咁佢包括咗有7大嘅 topic。咁有作曲啦、填詞啦、唱歌啦、編曲、錄音、混音同埋作品嘅常識都有包含到嘅，所以佢係一個好全面嘅一個課程，去幫助你哋讀完之後可以有機會咧去完成到一首歌嘅。咁完成咗呢個 course 之後咧，你咧就可以將呢首歌去擺上去一啲 streaming 嘅平台，例如 YouTube 啊、Spotify、KKBox， 咁亦都可以咧將你呢首歌咧 pitch 俾一啲唱片公司或者一啲音樂人，有機會咧呢首歌咧就會成為你第一首 publish 到嘅歌。咁約定你到時見咯，拜拜。